係 Alan 啦嚇，我本身係一個註冊社工啦，同一時間都喺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書嘅。其實我畢業嘅時候唔係做社工嘅嚇，畢業嘅時候我係做新聞嘅，因為我都係新聞系畢業啦嚇。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其實由細到大都會有啲焦慮啊，有啲抑鬱啊，咁畢業之後都有影響嘅，即係工作上面都有影響啦嚇，情緒都有陣時都會低落啦嚇。咁去到個位都覺得需要見輔導啦，咁所以大概做咗11、12年。我都唔記得幾年啦，總之十年以上啦嚇。記者同埋呢個語言助理工作之後，我就決定都係想做轉行咁樣去做社工，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希望可以用翻我自己經驗去幫翻呢一個有相同遭遇嘅人咁樣咯嚇。嗰陣時我就有個心就想去呢一個做社工，同埋即係專注做翻精神復康嗰個工作。咁好彩啦，即係俾我呢個畢業冇幾耐就揾到咁樣嚇，入咗去 ICCMW 噶啦嚇，入咗生生會 ICCMW 啦嚇，正正係呢個機會就令到我認識咗康和啦，因為當時呢一個老細就叫我去康和嗰度幫下手啦咁樣嚇，咁但係好有趣就係6年喺生生會之後，跟住我離開咗去第二機構，即係一個感情啦，即係覺得呢一個康和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咁樣嚇，特別一個自助組織同一個真係正式嘅NGO， 我覺得有個分別就係佢哋支援少啲啦。但係調翻轉頭獨立性大啲啦，同埋都可以做啲倡議嘅工作。咁所以我決定留喺度繼續幫手，幫下就幫咗咁多年咁咯。一講創傷知情嘅定義咧，我哋成日都會講有4個 R 嘅。第一個 R 就係呢個理解啦。理解係咩意思咧？我哋知道原來人嗰個情緒同埋精神嘅狀況咧，其實往往同佢嘅經歷有關嘅。而呢啲經歷通常都有啲係創傷嘅經歷啦，咁樣嚇。咁所以我哋有呢份理解先咯。我哋唔可以純粹覺得呢一個情緒同精神狀況就係你呢一個唔夠堅強啦，或者調翻轉頭你嘅腦裡面有啲生理嘅物質出現問題。更加重要就係翻去人嗰個歷史，即係佢生命史佢嘅經歷嗰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理解啦。第二個 R 就係呢一個 recognize 啦，即係辨認啦。咁我哋唔單止識得理解，我哋要知道呢一個，當我哋面對緊呢啲服務使用者嘅時候，我要知道其實佢啲症狀其實正正就係呢個叫做創傷壓力後嘅呢個症狀啦。嚇，因為呢個創傷而導致嘅症狀，譬如佢突然間會變得呢個好敏感嘅，對人嘅説話好大反應嘅。其實呢啲可能因為曾經受過傷，所以先有咁嘅狀況啦。譬如佢好極力去逃避去出席有某啲嘅場合嘅，咁呢都係同創傷有關咯。咁我哋要有呢個能力去呢一個 recognize 去辨認呢啲創傷嘅症狀，我哋先知道其實點解佢會有啲咁嘅狀況嘅咧。咁第三個就係呢一個 respond 啦嚇，我哋要識得去回應嘅嚇，我哋點樣去回應？我哋唔可以呢一個太單刀直入啦嚇。有陣時我哋知道其實佢有創傷人佢好冇安全感啦，亦都未必咁容易去講到自己創傷啦。我哋第一件事就令佢安心先咯，所以我哋都要學習點樣去呢個回應曾經受過傷嘅人啦。第四件事都好重要，就係我哋叫 resist re-traumatization， 即係避免二次創傷啦。因為創傷嘅人咧，好容易再次觸發創傷嘅嚇。譬如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即係如果有第二人比較類似嘅感覺，即係對上一次創傷嘅感覺觸發咗話，佢就會呢一個有咩啊？有二次創傷。其實再講得再簡單啲，就係譬如一啲性侵犯案嘅受害人啦，佢如果要喺呢一個同警方落口供嘅時候，去法庭作供嘅時候，佢要重新講翻個經歷，咁其實大家明白，好容易會觸發個二次創傷。所以喺呢啲狀況上面，我哋點樣去保護佢咧？嚇，呢4個 R 好重要咯。咁但係去到尾，大家要明白就係原來咧一個人點解有情緒同埋精神狀況啦，原來真係同個經歷有關嘅。所以我都會問一個問題其實發生咗啲咩事咧？係我哋要對嗰個人嗰個經歷，對佢嘅呢一個歷史有一個好奇心嚇。咁好奇心得嚟當然好小心啦嚇。咁樣我哋就從創傷知情照顧嘅角度去慢慢同佢回顧翻佢嘅經歷啦。